本集內容：單位。單位係計算數目嘅時候，必須清楚明確而又一致。如果唔係，就會造成誤導或者計算錯誤。例子一：我咪唔信你，打次翻嚟都唔啱數嘅。咁你而家睇咗翻就實啱緊啦。你一張，我一張，我嘅，你嘅，我嘅，你嘅，我嘅，你一張，我有一張，你一張，我一張，你嘅，我嘅，你嘅就我啦。你交幾多張咯？10張，咁我有10張啱數咯。而家都兩個好啦。片段裏面，兩名男子分錢，只係用銀紙嘅張數作為單位嚟評分。其中一名男子攞嘅面額較大，而得到較多金錢。但係評分嘅金錢應該用金錢作為單位，而唔應該用銀紙嘅張數作為單位。如果用銀紙嘅張數做單位，就會造成誤導。例子二：講你日本翻嚟嗰時，而家搭飛機翻啦，係嘛？係咯。咁你肥啊搭飛機就抵啦。點解啊？咁我哋啲瘦人搭飛機啊，個行李啊44磅，咁我哋100零磅，加埋都唔夠200磅，咁啊又要買張機票係嘛？咁你一個人都唔知200磅啊嘛。哦，咁你就唔行得咁多噶啦，鬼叫！片段裏面，男子話肥人搭飛機較為划算，但係飛機票係用人作為單位，而唔係用體重做單位。男子混淆咗乘客為單位同體重為單位，令人有肥人搭飛機較為划算嘅誤解。例子三：我睇你價錢睇唔過眼啫。喂，200蚊件衫啫嘛。老友，200蚊你仲話唔貴？你知唔知200蚊買幾粒魚蛋啊？你知唔知200蚊買幾張報紙啊？你知唔知200蚊坐幾次巴士啊？咁你又知唔知道200蚊可以睇幾次鐵打醫生啊？片段裏面，男子認為衣服嘅價錢昂貴，話同樣價錢等於好多魚蛋、報紙同搭好多次巴士。但係同樣嘅單位應該用同樣嘅單位比較，即係衣服。如果唔係，準則就會任意浮動，而造成誤導。最後總結，單位係計算數目或者比較數目嘅時候，如果唔明確、唔一致，就往往會造成誤導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